喺緬甸發生咗嚴重地震嘅第二日，義不容辭，背上你哋嘅裝備就即刻出發拯救生命。大家都知道係需要爭分奪秒。我知道喺災區嘅時候，你哋到咗57個搜救地點，拯救咗一個被困超過5日嘅一個男性嘅幸存者。你哋將香港嘅專業精神、大愛精神表現無遺。今次嘅體會就比想象中其實個體能上面大好多，因為其實可能我哋平時喺香港行訓練啦，你香港普通嘅氣溫可能30度，但係去到緬甸真係你要用一個40度嘅氣溫去應付體能。咁我哋自己即係隊內入邊咧，點樣大家互相支持，點樣團結都鼓勵下對方，同埋要點樣去有一個極好嘅輪替嘅一個安排，亦都要不停喺度傳接。咁我覺得呢個經驗係幾好。當餘震嗰陣時嘅前途路線啦，有餘震就喐噶嘛，所以行嗰陣時係真係比較困難。知道我有機會都同其他同事分享。喺災場入邊就要每做一條咧都要諗清諗楚，即係點樣可以保持自己嘅安全。萬一要撤離嘅時候，要穩定一個後續嘅措施。嗰個合作默契就冇問題。因為我哋都感受到即係當地災民，即係雖然有時我哋未必可以直接溝通到啦，但係都我通過翻嚟都睇到佢哋好感謝我哋。多謝每一位，多謝你哋嘅家人啊！每一位都係我哋香港嘅領袖代表，亦都係我哋專業精神嘅代表。你係香港嘅驕傲，政府嘅驕傲，市民嘅驕傲。